今集我會同大家介紹輕井澤一日遊食、買、玩。車站呢度有好多 locker 俾遊客寄放行李。喺車站隔離搭巴士，唔使5分鐘就嚟到舊輕井澤。我哋首先嚟到村上庵食蕎麥麵。我哋嗌咗鴨肉蕎麥麵，以及炸蝦天婦羅蕎麥麵。大蝦外皮酥脆，蝦肉鮮嫩彈牙，非常推薦。食完我哋就到隔離嘅 Apple Pie Lab， 呢度主打使用信州產嘅富士蘋果嚟製作蘋果批，有好多種甜度同埋酸度嘅組合可以選擇。我哋買咗一件蘋果批喺店外享用。蘋果批外皮酥脆，酸酸甜甜，仲帶有淡淡嘅肉桂香氣。我哋之後過條馬路嚟到舊輕井澤銀座通，兩側有好多土產專賣店以及紀念品店。呢間 Miffy 專門店門口有隻好大嘅 Miffy， 入邊仲有好多好可愛嘅產品。鍾意 Miffy 嘅人絕對唔可以錯過啊！呢度仲有一間 Snoopy 專門店，集打卡、購物、美食於一身。我哋之後嚟到雲翔池，湖泊被森林環繞，湖面如鏡。我哋圍繞住湖行咗一圈，不時可以睇到小水鴨。第一次見到小水鴨中個頭落去揾嘢食，好得意啊！呢度比較少遊客，可以悠閒地欣賞四周景色。呢度亦係賞楓勝地，有機會嘅話，好想秋天再嚟啊！最後一站，我哋嚟到車站隔離嘅 Outlet 隔離有幾棵盛放嘅櫻花。輕井澤嘅櫻花比較遲開，所以我哋4月尾嚟到，仲可以觀賞櫻花。賞櫻後，我哋繼續 shopping。呢度約有240間鋪頭，非常好行。今次嘅影片介紹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